哪会安尼？森林内底发生一件大代志，听讲山羊阿公破病甲足严重诶，大家拢赶去因兜想要加看。山羊阿公，你有要紧无？我真好啊，大家安怎拢来啊？伊，毋是听讲你破病啊，阮是来看你诶啊。酷鱼先生哪串哪讲？无啊，我真好啊。每一个动物拢开始回想，因是安怎得到即个消息诶。狗仔甲猪仔讲，山羊阿公行路无小心，起跋一倒落，毋过好佳在伊看起来无安怎。猪仔甲酷鱼先生讲，山羊阿公无小心起跋倒落，骹可能有受一点仔伤，其他拢无安怎。酷鱼先生甲麒麟鹿讲，山羊阿公骹受伤啊，一定真疼吧？毋知行路敢会疼？麒麟鹿甲大象讲，山羊阿公骹足疼诶咧，倒伫面床顶袂振动。大象甲细只鸟鼠讲，山羊阿公破病啦，听讲伊倒伫面床真艰苦。细只鸟鼠走去甲大狮仔讲，要安怎？山羊阿公破病啊！大象讲甲真严重，要安怎？狮仔想咧，就向大家宣布，山羊阿公破病甲真严重，咱紧去甲看。哪会安尼？山羊阿公讲，我是干那裤底破一空尔啦。后事，写这本绘本对我来讲是一项真大诶挑战，因为我以前一直感觉我并毋是一个有创作能力诶人，嘛无迄个习惯去做创作方面诶代志。即遍诶创作，我想了真久，主题嘛来来去去换了3、4种，最后才决定用即个动物诶主题。对我来讲，是一种进步，嘛是一种经验。完成这本绘本，感觉足欢喜诶。希望会当为即摆诶经验，学到愈来愈侪诶能力，嘛希望这本绘本会当互读到伊诶人快乐。慧晶。